杂茶，爱茶给两三皮呐。哦，拜托啊，因为轮动还是带下你妈咯。哎，你妈杂茶，我就会港铁。都做下用帶啊啲嘛，哎呦，凍嘢哈，嚇，凍嘢咯，帶你媽咧，哎呀，日頭安泰哈，哈，願者服輸，好冇？嗱，呢個喺我咧做牛肉嘅菜，係，古時原本嘅，我係咧做哈燒汁牛肉凍飯，我做燒汁牛肉凍飯，牛肉蓋飯，日式嘅就炒嘅，係啊，日式嘅啊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跟小虎有奸情。冇啦，啊，有冇全部就會做日式嘅？哦，我啲咧，我上到咧，嫁個日式老師就會唔錯喎。你讓你跳跳講啊，終於好應該。你這樣子就被兩杯啤酒就這樣子收買了。沒啦，我未夠機嘅，沒啊，今年夠嘅。哦，好。係啊，你啊你啊用嘅你啊沙朗牛肉，你啊切一塊塊啊，好，你先落去先滷過。也係乜嘢肉？沙朗牛肉片，哦，你啲泡泡也是，然後有炒啊，做了盤啊，哈，或者做涼拌，好，做了火鍋，好，春做的用了牛肉片，好，又叫卵。哦，古時候係咪音樂卵？係，卵係要做乜嘅月見，也係滷。定下哦，你一卵幫，哦，卵幫係先攞料嚟，卵幫係用到一盤蛋糕，一卵拍。用到牛肉啲擺度，還有用到咱，因為講你講一煮食材啊，像你牛肉啊，吼，其他嘅豬肉啊，你都，吼煮食材，是會本去小狗有啲梅頭，吼，叫做胡椒粉。我做卵旁咩係嫩化，係啊，係冇咧係，做。係冇咧係卵拍用到嘅片皮粉，好，太白粉啊，吼，小狗撈去炸嘅。等下咧牛肉啊，全要換到咧卵拍啊，用下一些是種一滑蛋，誒，注意咧水好嫩，滑啦哈。誒，片皮粉。誒，這樣又唔係我用咁樣嘅，像日式醬油，而先滷嘛，是。其實唔是啦，我等下哦，你醬哦簡單做啊，我可能春湯啊，你都吼，機會讓因好麻煩啊，煮好麻煩讓因。都不卡住。但是其實迄度不好，是也簡單用調酒啊，用米酒啊，吼，但是蔥條做得那麼多的東西來煮，來凍好些，先來切菜。要做了日式蓋飯，好，一定會用咧蔥條，好，喺蔥條。其實咪做得那個切小鍋醋掉，哎，明是種，你講涼拌菜可能會切好久的，切不一樣泡泡的，好，但是你等下煮，好煮了久，其實咪做得那個煮切好噴掉，好，切好噴掉。還有對啦，風菜條排色。原必準批嘅料理，全部就係都市場就買得到嘅。係啊，其實我青菜是買到了都菜啊。因為唔係講我做了日式嘅，一天係買個菜是頭，我個進口來嘅。你應該有做過那種日式的嗎？蓋飯，你對？哈燒。哈燒。哈燒。這樣咧，我卡就好食嘅乜嘅，像炸豬排。如果日式，也做咖喱，就做咖喱。做了凍飯，其實咪凍簡單啊，但是要難死嘅是啲啊，伊喺再切掉菜啊肉，煮一下，然後卵片上去，是種日式蓋飯咯。咩做西餐呢？係啊。他們講用嘅日式料理，要不？其實我一開始咧走廚房嘅時節啊，還是先安排到咧日式嘅。哦，傳統。我是係做咧日本料理。你這種日本料理啊，佢清泰嘅重點係乜嘅？它的加用嘅內容啊，
其实啊，你找哦，其实哦，为了食材啊，其实种食材，哈，伊个啊那个会好吃，哈，较简单的方式来做样嘅，要像遐做了牛肉盖饭，因为啊是等下系乱放未平爽伊，其实当做伊个算是咧板上手的东西。啊，咁用的调味油嘛该充点哦。调味其实日式的啊，是样因寒天呐，所以后头咧有啊米酒啊汤，哦，所以咧酱吼有寒天的味道。来讲嘢，迄吃到啦，就讲日式料理也给爱用的米丝啊，它太充点迄个像昆布啊，还有柴鱼片啊，我用爱用的东西去做给用的皮汤、高汤。因为佢大部分哦，是用了做嘅基底啊，当做酱一定要用到昆布，哦，用到了柴鱼，去做了高汤，嘿。同像也迄个菜底肚啊，迄有标嘅嘛个米寿啦，吼，也迄柴鱼片啦，也迄给用的昆布，跟米丝就会出来，就日式的风味就会出来。日式的风味啊，啊像意式，它意思会用到了香料，哦，像伊咧意大利香料，或者咧迷迭香那啲哈，用到香料，是像意式的感觉。不用它多的tomato就会懂像意式的料理哈。应该哦，先来做了酱。好，现在做了酱，先调油，先拌完，好，米酒，水，咱都讲伊个比例啊，是1:1:3，好，对啊，拌完调油，拌完米酒，还是3碗的水样嘅。应该是不用就乱拌。用诶无糖果唔怕，根本就不是生来生。不，糖果，一天有糖果，等人叫还恐怕放弃无可能的事情。咱都讲伊个比例啊，是1:1:3，好，对啊，拌完调酒，拌完米酒，还是3碗的水样嘅，应该是不用就乱拌的水。啊汤嘞？还不用去烫水的汤。哎，讲咧日式的其实会含甜，吼，所以甜的做得变好倒掉。汤。也是个酱啦。因为伊都要做日式的菜，直接去穿大部分哦，是啦，东西变下去，不去煮。哦，然后伊可能用中式的料理，要炒过啊，东西才会变香，哦，好冇形容。也唔是炒，唔是炒，直接煮就做的。知道了的葱头啊，好，风菜头，好，拍菜海煮，伊是会放去底部酱油去甜甜的味道，菜的甜。先来取下梅头。有上是个鲜干用的头油吼，没话油正常的，假是迄鲜个米头下重的头油，就个头米会痛重。嘿，其实伊个头油咪当到啊，越好憨，哦，越好烫，它越色好冲。哦，其实应该你看日式的，其实做些涂了薄盐。薄盐酱油色好烫的做的对。小锅本去煮一下，迄度我煮了用菜哦，去冻鸡蛋，系啊，烹煮一下，哦，然后了系葱头啊、拍菜啊、风菜料切切的，好，调油、米酒、汤、水，好，并下煮一下，等下哦，我伊头下又用了轮拍的啦牛肉，好，了牛肉等下并上去，哦，小锅啦盖去啃一下，翕一下做得嘞。
所以还剩咩当简单吼。係啊，應該講我菜啲到啲梅頭吼，自己嘅梅頭啊，自己嘅中間倒奶豆吼，其實做起來算當簡單。我翕解一下嚇。係，等下牛肉吼，一小個要煮嘅呢，吼，牛肉水平下去。假使無生牛肉嘅，也會出現做啲冰墨嘅。其實啊，你用豬肉啊，吼用雞肉春做得啦。豬肉、雞肉，啊料理嘅方式咪係同樣係。其實差唔多。點解佢講你牛肉啊，做個小個本去啊，可能七分熟，好嘟嘟好。但是你豬肉啊，和雞肉是會煮到全部。煮必熟嘅嚇，雞肉老雞肉、豬肉一定要煮熟。煮熟。但是記得你講你切得泡泡啊，像豬肉啊、雞肉，你咪切樣因泡泡嘅時候咧，都係切中大啲，啊切中大啲是只啊煮就冇梅頭咧。哇！要風風啊，嗰邊起啲下啊。哦，嗰就冇乜要切咧嚇。係，樣已是好咯。然後啦，你盤拎，煮好牛肉醬，拎到盤蛋糕，咁做得咧。一盤嚟唔是咩嚇？好。拎到盤蛋糕。一少少加咗幾個老卵棒，不用送你咩嗬？卵棒。即係卵棒那入咧牛肉啊，那卵棒。終於樣子做得咧。哇，當澎湃哦嗬，也出，燒汁牛肉凍飯。燒汁牛肉凍飯，填牛肉用卵拍鹽、胡椒粉滷過，再填蔥頭、蔥誒、紅蘿蔔切幼幼誒，白菜切一片片嘅準備，用1:1:3嘅調油、米酒、水做基準，再俾糖、蔥頭、紅蘿蔔白菜、牛肉炒炒啊，將芥末蓋翕一下誒，先了填煮好嘅料理，淋到飯蛋糕，俾調嘅蔥誒，再加入生卵棒，安尼好食嘅凍飯就做好咯。